今仔日早起，咱先来关心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昨昏是个排审选罢法的修正草案。国民党透早就去占主席台，民进党无法度入去。也若伫个内底，国民党调委齐心营是赶紧甲条文念念的宣布初审通过，交付协商。这是引起立院的不满，认为这会议无效。找立法院长韩国瑜主持公道，不过韩国瑜煞是讲，阁爱了解。 地海立委一直消杀，连媒体嘛袂叮当。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昨日排审选罢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国民党透早出动，那用保鲜膜甲内政委员会门口封条的。另外一边各用人墙阻挡，敢呼议事人员进入。本日会议议程均已处理完竣。 现在散会。齐心营用1分钟宣布6案通过初审，各伫3分钟宣布散会。其中包括立委洪晓玲提案，甲本来投票日前10天袂使发布报道民调期限，缩短到投票日3天前。也甲立委杨耀提案，若是选举结果票数同款的时阵，爱先验票，再用抽签决定当选者。另外，立委柯武金等人提案，要求罢免票数爱比当选票数较悬，互人质疑争议性伤大。虽然修正案拢过，不过拢爱交付协商。内政部长老世宏讲，无应该 随便修法，强制要修法，只会增加这个朝野政党之间的不信任与争议性，那可能对社会上的民意呢也不好交代。因为民进党团组成会议无效，30外个立委做伙冲起立法院长韩国瑜的办公室抗议，拒绝参加原定下晡的党团协商，要求韩国瑜爱先解决争议。我们立法院这次开议，从今年2月1号到现在，不是第一次，已经多次在委员会发生不同形态的冲突。 但连会议室都进不去，这是第一次。针对今天这个事情，我想我要进行调查完毕之后，再跟大家做报告。听清楚，没有任何人可以。那为什么要变更？原来的议权发展观光条例不重要吗？胁迫我，都重要，好不好？你若袂晓金门黄金平啦，你这条代志不干呢？不干，大家拢在看。你准备，你做无意思的，我来讲哦。 民进党团大声质疑韩国瑜也不办临时变更协商议程，不过韩国瑜也是佫讲爱全部了解了后再向立委说明。但是什么时阵佫调开条例协商，也犹太3个党团协商了后再做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